研究大红内海。大红内海的区域分布。台湾南部。乾元啊，乾坤的乾。怎么这么不容易啊？网络这么慢吗？还是不能下载啊？台南的吗？可能是台南大学、台湾文化研究所，可能啊。师范大学 ，NTNU 是台湾师范大学，台湾师范大学。西湖啊，大红港、大红内海是台湾西南部一个西湖。看电子邮件有没有办法，然后提供电子邮件给人家。币啊，不是线，是币的意思。西岭水甲，家里盐水，下麻豆。原来西湖是残基啊。台江内海是比较南边的了，像安南区、鹿耳门那边的，那个大丰内海是比较北边的了，都算南部啊，但是北边的是大丰内海、盐水新营啊、水甲啊、麻豆下营啊之间呢，你看。台江内海是比较南边的，台南府城西区那边找，台南区那边找。
大丰内海比较北边，台江内海比较南边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大丰内海故事馆，就是在麻豆武王庙东北边，麻豆武王庙东北边。水决头那边呢？这是在写什么？大丰内海比较北边，台江内海比较南边。你看大丰内海、台江内海，隔着麻豆区啊，相关位置你看。看不清楚，字那么小。怎么没有办法往左右移动？奇怪。这个地名应该是烂头港，靠近铁线桥的应该是烂头港。烂头港，水家图那个烂头港。然后刚尾上面那个烂头港在上面，大丰那个铁线桥，大丰内海的东边嘛。烂头港。水家图那个烂头港。西港你看在台江内海的东边，烂头港是在大丰内海的东边，那水港哎，那就在海边那个水港。看不清楚。曾文溪还可以看得清楚。巴掌溪还可以看得出来。
哦，台湾失万大水，台南县道荒内海人净化之研究。台南县啊，台南县道荒内海人净化之研究。